大年初一，屋苑地底爆食水喉，呢啲緊急嘅時候，好考我哋即時判斷同跨部門協調能力。專業嘅物管人員就係要化險為夷，企喺居民前面，盡快處理危機。我係廖永泰，投身物業管理行業接近40年，而家係一名助理董事，亦係大型屋苑嘅物業主管。目前帶領緊管理處服務團隊，管理呢個擁有數萬居民嘅大型社區。早喺80年代大學畢業之後，我就以管理見習生嘅身份加入呢行，從此同物業管理結下不解之緣，亦成為自己嘅終身職業。今年2月17號，咁啱係大年初一早上11點左右，我管理嘅屋苑管理處發現第5期同第6期共25座樓嘅食水水壓驟降。當值工程人員同水泵保養承辦商即時調查，好快鎖定係地底食水喉管爆裂。當時係年初一，家家戶戶都過緊節，而且人人都放假。原本嘅承辦商未能即時到場掘地施工，眼見情況危急，我哋果斷啟動應變程序，迅速與水務署同區議員溝通，安排水務署承辦商即時維修，同步協調水務署安排3架食水車、4個流動水箱同800個水袋，過程不足3個鐘。知道居民大受影響，當時前線工作人員團結一致，協助好多年長居民搬運水袋上樓，而多位立法會議員、區議員都協調關愛隊義工前來協助派水。民政事務專員亦親臨現場了解居民，得到應急支援。我哋嘅努力，居民都看在眼內。當我哋向居民解釋維修進度時，佢哋都知道我哋維修緊，表示諒解。好感激廖生帶領嘅管理團隊。因為佢哋平日訓練有素，溝通好透明。當日黃昏6點半就成功修復地底食水喉，兼恢復供水。街坊都好開心，話今晚可以煮飯啦。法團同客戶對管理團隊嘅長久信任，係所有意外嘅事件係能夠圓滿處理嘅基礎。我認為做物管最重要係要提供窩心服務，團隊要上下一心，重視前線聲音並給予支援，同時配合專業嘅物管意見，俾客戶有得揀，仲要揀得精明，令客戶安心，建立長遠嘅合作關係。從事呢行幾十年，最開心往往係見到居民能夠喺屋苑內安居樂業，生活舒適便利。呢個畫面正正係各位物業守護者默默守護嘅成果，能夠用專業同熱情去保障客戶家庭同財產安全，責任好重，但我深感榮幸。未來我都會繼續為居民安居樂業，繼續盡心盡力，克盡己任。